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印度是一種如此強大的精神力量，它能夠將所有人連接在一起，但為了實現這一點，首先必須認識自己，傾聽內心靈魂的聲音。我們都是由5種元素構成的，我們都有着相同的心靈與思維，然而我們是否保持內心的積極或消極情緒，取決於我們自己。我們是否懷有善意或惡意對待他人，也取決於我們的選擇。當一個人陷入貪婪時，他不會意識到自己給他人帶來了多少痛苦。我們必須摒棄這種心態，應像大自然一樣平等地理解每一個人，正如大自然從不歧視我們，也應當採納這一原則。我們從大自然中獲得了如此多的饋贈，已足以使生命變得完整。每個人內心都擁有智慧與意識，如果你聆聽內心的智慧與意識，你將體驗到真正的知識。一旦獲得了真正的知識，通往成功的正道就會展現在你面前，順着這條道路前行，你就能實現你所有的夢想。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來自天空的饋贈，因為正是從天空中接收到了創造自然的能量，而我們正是由自然創造並與之緊密相連。想一想，沒有自然，我們甚至能呼吸一口氣嗎？我們能夠離開它而生存嗎？正是在天空中，所有的星星和星座才得以誕生。天空中存在着比太陽大許多倍的行星。宇宙最初的創造是微如原子的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它不斷演化，最終變得廣闊無垠。正是來自天空的能量孕育了我們的心靈、智慧和意識。這種智慧與意識引導我們正確地生活。當我們行差踏錯時，它會不斷提醒我們，我們的頭腦與智慧不僅能辨別善惡，還能助力我們全面發展。此刻你應當明白，自然始終以有序的方式運轉，這一體系將萬物聯繫在一起。宇宙中的所有天體行星與星星始終和諧運轉，從未發生衝突，因為它們都遵循着自然法則。天空中從未有歧視，也沒有仇恨的情緒，那麼為何地球上的人類卻充滿敵意、仇恨和嫉妒？為何人類之間會互相歧視？有時以宗教之名，有時以眾聖之名，我們為何不向天空或大自然學習如何遵守規則，有尊嚴地生活？人生應當有序而尊嚴地度過，我們必須學習這一點，因為我們擁有的一切都來自天空、宇宙與大自然，它們是最偉大的，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偉大。如果你也希望按照規則生活，那你必須立即與拉姆納拉揚拉姆之名連接在一起。這是一個種子咒語，能為你的生命帶來深刻改變。已有數百萬人通過與這個名字的連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，他們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義。因此無論何時有時間都請默念拉姆納拉揚拉姆這個名字，漸漸地這個名字將與你的呼吸融合，居於你身體的每一個部分。